我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嘿嘿嘿嘿。哦，是飞行机！你好，飞行机顶悬的人，赶快跳看！乐乐，飞行机飞到真悬，因看袂到你。飞行机足厉害，会当载遮尔侪人伫天顶飞，拢袂落来。我敢嘛会当伫天顶飞？嘿嘿嘿嘿哈哈！乐乐，飞行机是经过特别设计，才会当伫天顶飞到遮载哦。哦，敢有影？是啥人设计的？是美国一对足有名的兄弟哦，因叫做 Wright 兄弟。自足久以前，人类就甲乐乐同款，想要像鸟仔安尼会当伫天顶飞，所以有人设计出像鸟仔同款的事放伫手里，想讲会是个定着就会当飞啊。不过最后拢失败。续落来，愈来愈侪人研究飞行，想要做头一只飞行机的发明者，其中包括 Wright 兄弟。Wright 兄弟飞行机敢是因发明的？Wright 兄弟是予飞行机飞足久、阁足远的人。Wright 兄弟细汉的时，因的老爸为国外造一个亲像直升机的佚佗物仔回来。迄个佚佗物仔是由纸、竹仔、甲草所组成的，阁有一条会当予普罗贝拉坐的树顶。Wright 兄弟看到这个佚佗物仔有够介意，就算是算甲歹去，因也阁有法度家己做一个。这只细只直升机，会当讲是引起因对飞行的兴趣。不过，因无随开始研究飞行机，颠倒是先伫印刷厂做事，家己发明印刷机。后来，脚踏车开始流行，两兄弟改开脚踏车维修店，阁家己做脚踏车咧。伫经营脚踏车店的过程中，因不断增加机械动力的知识甲技术。迄当阵，其他国家有发明者咧拼说做飞行机，其中一个上有名的，就是李连恩特设计的三角式。这只三角式需要靠改变身体的动作，才会当控制方向。伊伫真侪人的面头前飞成功几啊摆，大家看到拢足痛的。可惜李连恩特伫某一届飞行，因为飞行机意外落来全过身。这件代志了后，Wright 兄弟决定要转到飞行的兴趣，要做一只安全搁在的飞行机。所以，因开始研究李连恩特的发明，发现飞行机上需要的是飞行控制器，保持平衡甲方向。若无，只要拄着强风，飞行机就无法度维持平衡。因不断做研究，为飞行机的初稿搁甲做出来。同时，因嘛研究航行办法，学驶飞行机。不过，到底是啥物款的飞行控制器会当保持平衡呢？有一天，因伫咧脚踏车店内底，手当洗一个纸盒仔，因想到改变机式，就会当维持平衡的办法。这个设计非常重要，运用伫即卖飞行机，就是予飞行员会当控制飞行机倒拍正链，按悬按低甲转向，予飞行机伫风中嘛会当稳定飞行。最后，因创造更较稳定的摩打飞行器，找到上好的普罗佩勒外形。Wright 兄弟的飞行者1号出现啊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只会当自由飞行，而且有好的飞行控制器会当操作的动力飞行机。哇 ，Wright 兄弟有够高！因用足侪时间研究甲试飞哦。若讲试飞失败，就搁加改良；搁试飞，搁失败，就继续改良。机器人，我嘛足想要做一台会使飞足远的飞行机，你敢会使甲我教？乐乐，咱先为后纸飞行机开始好啊！等下来比啥人的上厉害。赞呢！我做的一定会飞上悬上远。乐乐有频道啊哦，订阅入去，爱记起来哦！嘿嘿嘿嘿哈哈。